以赛亚书第9章，总是迄个捌受过痛苦的地，袂阁再有黑暗。未来的君王，以前西布伦的地、甲那弗他利的地受看轻，毋过将来即个地区，沿地中海的路到约旦河外，甚至到外祖的加利利，拢会得到阳光。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，生活伫死荫的地的人有光在照因，你互因的国家强盛，互因大欢喜。因伫你的面前欢喜快乐，亲像在收割的欢喜，亲像在分战利品的快乐。因为你有拍碎因得白的担，讲断因肩胛头的棍，压制压迫者的鞭，亲像你毁灭米甸的军队迄日，战士伫交战中穿的军袜，各着灰的军服，拢会做柴烧。因为有一个婴仔已经为着咱出世，有一个囝赐予咱，伊要负担国政，伊的名要称作贤明的导师，全能的上帝，永在的天父，和平的君王。伊的主权无穷，伊的和平无尽。伊要坐大笔的宝座，继承伊的王国。伊要用公平正义，互国稳固建立，对即时直到永远。上主万军的统帅热诚一定会成全即个事。上主要刑罚以色列，主有宣告要攻击以色列王国，即个审判要降落伫雅各的后代。所有以法莲的人民甲撒玛利亚的住民拢知，毋过因要自高骄傲，讲庄仔厝已经倒落去，原要用拍好的石钉起，酸菜树已经互人错了，原会用百香树代替。所以上主激因的敌人利信王起来攻击以色列，东有叙利亚人，西有非利士人，因拢开大喙要吞食以色列。虽然是安尼，上主的受气也未煞，伊的手还伸长长要处罚因。毋过人民无悔改归向拍因的上主，嘛要找求上主万军的统帅，所以上主要将以色列的头甲马溜、棕树枝甲芦苇，伫一日内拢斩断。长老甲有地位的人就是头，用白贼教人的先知是马溜。这领袖带即个子民行毋对的路，互因带的人拢受吞灭。所以主无要怜悯因的少年人，嘛无要疼惜因的孤儿寡妇。因为所有的人拢无法无天，逐个喙讲的话拢是邪恶。虽然是安尼，上主的受气也未煞，伊的手还伸长长要处罚因。邪恶亲像火在烧，吞灭刺皮野草，火伫炎炎的树林在倒，火焰若熏跳直直凊悬。因为上主万军的统帅大受气，土地烧甲焦焦焦，人民拢亲像吞灭人的火，甲家己的兄弟烧甲剩无半个。人民正平抢，枵得枵，倒平吞食，枵食袂饱。逐个人拢食家己囝儿的肉。玛拿西吞以法莲，以法莲食玛拿西，因联合攻击犹大。虽然是安尼，上主的受气也未煞，伊的手还伸长长要处罚因。